楚了哈。哇，好，今天的演唱会来到了压轴巨星，是的，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许富凯。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雨的心情，流落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过娘笑阮这呢痴。爱你的心袂停止，双手借给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我做冬天的起地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义妻，予我做你小小的。你就会日日夜夜为你的照顾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全场朋友跟我唱这两个字好不好？我们来复习一下，你是我最爱的。那我无介大声。阿伯食饭哦，搁一遍哦。你是我最爱的，谢谢。是三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过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来接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我做冬天的起地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义妻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。为你的照顾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我做冬天的起地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义妻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照顾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。再一次好不好？你是我最爱的，谢谢，给自己一个掌声加尖叫声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许富凯。今天呢，风微微啊吹来，然后呢。站在这边唱歌呢，特别有感觉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如果好的话，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我们的制作单位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对，于仙姐，给于仙姐一个热情的尖叫声，很棒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这首歌，我不知道我要唱什么。是唱一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
接下来呢，带来一首后面3首歌呢都跟8点档有关系，都是8点档的片头曲，所以呢，带来的第1首歌叫做《一起》，明是8点档的歌曲，谢谢。随风去，等山的风吹，爱相猜，也袂看你回来，爱着知，若是伤悲，伤心为何？伤心无后悔。 明是8点档片头曲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张强，哎呀，热情的掌声，富凯，嗨，豪哥，好久不见。你看看多感人的，徐富凯到了地方，这一群你看看啊，都没走哎，这个前天就来这里打地铺了。台粉们，对。
好热情。你们很爱他哦。那你们会爱他多久？很久，永远。那如果他今天要结婚了，你们要嫁给他吗？我们会参加婚礼。他们还不要哎，他们还不要，他们还不要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为什那觉么？得当知心比较好吗？就觉得哎，当一个听众者感觉会比较好。其实傅凯很棒的地方是，他这些歌迷对他来说是朋友，对，朋友啊就很像亲家人的那切，种感觉哦。很像邻居大哥哥这样。对，而且我要很谢谢他们，有时候忍受我一些就是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莫名其妙的一个，我有时候那个不是叫耍大牌啦，我家里胸部有一张老婆，有时候遇到的时候就比较没有打招呼，或者是比较严肃。不好意思，跟你们说声不好意思，他们能够体会啦，对啦，有时候要赶高铁啦，或是赶没错没错没错。对啊，你看一个艺人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呢，他走到哪里就有一群支持他的好朋友，所以许富凯每一张专辑都是经典之作，对，都很热卖。更值得我佩服的地方是呢，他不但歌唱得好，他现在转战主持，对，主持礼拜六的那个黄金时段，你跟彩华姐跟沈哥，没有，我现在要介绍的是我的节目啊，对。奇怪，我都不能讲我的节目，结果大家都不看，都看礼拜天呢，奇怪呢，8点哦。哦，你刚刚讲的是礼拜对啊，哎，你很厉害耶，你也唱也主持，然后现在有戏剧，又演戏呢。听说你最近才刚在训练，还是在结束了一个国啊戏？哦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之前呢，夏令营你知道吗？集训营就是好像在新兵训练。这4个月呢，我很幸运，从疫情到现在4个月，我刚好接到都没休息，刚好很好，还好没休息，就是在拍民视的《孟婆客栈》一个歌仔戏。哇，所以你这直接演《生旦净末丑》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。哦，我是那个丑啊，不是丑也算是有一点点，比较活泼一点的角色。可以来一小段吗？哦，那个不是像传统的那一种，不是，所以你有练那个声音吗？哦，走路的步伐。我们有练那个走路这种步的，对，歌仔戏的一些手法，一些手势跟手法。哇塞，很厉害耶！所以比起唱歌这个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回来唱歌真的感觉很辛苦，是不是？不过呢，因为我认识傅凯很久，我就是一个感想，就是说在他身上都会看到无限的可能。对，今天不管是歌唱，只要摆在任何的位置，他都会有非常棒的演出，没错，非常棒的表现。所以这个戏剧好像也是听说11月会播啦。对，11月会播，请大家要持续锁定。对，会有2个频道，一个是公视，一个是民视，希望大家多守。而且里面都是跟大咖合作，是不是特别紧张？对啊，唐美云老师、蔡振南大哥、方欣欣姐，还有演我妈妈的是林美秀姐。哦，原来哇，真的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你从大三元那个时候原本是演一个就是不讲话的，都没恭维，也是100啊娘。对啊，然后这一次画足了戏剧，真的很不简单，给傅凯一个掌声。好啦，今天大家都等你那么久了，但是我又有一个小要求哎，可不可以？因为我好喜欢听傅凯翻唱版本的那个《波浪西塞》。我超爱你的版本，我吗？对，就是你之前在场外演唱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他这个版本。那我唱一句，我可不可以听3个8拍？我3个8拍吗？对，就一小段啦。找一个无人熟悉、气氛的所在，烧酒1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祝福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2个。你们没有拍手，我就不要继续唱。找一个无人熟悉、的所在，开喝1杯、2杯、3杯，醒来自由飞。对因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谢谢。我觉得好幸福哦，在这么近的距离，谢谢傅凯。就这么说，谢谢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第一次看到一个主持人许愿，就是假公济私到这种地步。就很想听。没有，我们也认识。你有没有职业道德？认识很久了啦，也认识很久。我不是替你感到高兴，我是替陈垂一感到还好，他已经唱完了。
他如果唱后面，他怎么唱？啊，不会啦，不会。有没有替那个老人家想一想？好了，已经离开了。来了，富凯，好，替你开心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每一样都有非常好的成绩。接着下来要唱什么歌送给大家？非常适合今天的那个徐徐风吹来的感觉。哦，这首歌呢，徐徐的啊，我又忘记了一件事情。对，我们要先跟富凯还有大家要拍一张合照，因为这个徐徐的风，然后刚刚又那个宝贝，所以可以吗？对。你到底还有多少要求？我这2个就没了。没了，你还想跟富凯一起去逛一下夜市啊？好，我们2个吗？好啊，待会就去吧。所以现在拍吗？对，现在先拍好。来，请掌声。然后因为刚刚我们第一首歌曲是那个最后的 Q 点，我怕知道大家，所以我就给爱心好了。把爱心，然后那边的灯被 Q 了一下。好来，大家我们后面的朋友大爱心，前面2个灯可以关吗？对，好来，后面的朋友一个大的爱心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爱心。许富凯在今天2020竹围鱼仙节，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。接下来继续带来好听的歌曲。带来台戏发言的生生世世棒红嘴，谢谢。也要请我啦，也要请我，请我大声的哦。感情亲像风水的过，过远无的错。朋友的风来讲情话，加情加意才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甲人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更风吹风吹飞，行伊陪走，无人来陪，旧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，我的忍就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来甲无咧知，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有可以举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有看民事发言的，举手一下。好，太好了。感情亲像风吹来讲情话。才已收回，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甲人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更好。风吹风吹飞，行伊陪走，无人来陪，旧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，我的忍就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来甲无咧知，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，我的心永远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来甲无咧知，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
好，接下来呢，带来。不是你的，沿途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行踏踏你看过孤单，咱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不开的经验。我听你的日声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对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日声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谢谢。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屋顶，现在呢有了屋顶，是不是觉得听歌很方便？如果是的话，再给我们的女星姐一个热情的掌声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行行过运命，你看过孤单，咱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不开的经验。我听你的日声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日声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原来上帝的感情是两人算苦大情，原来上水的春天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甜甜。我听你的日声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日声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那适合的人团圆。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呢，在我们竹罗渔港跟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欢乐的夜晚。我们也期待明年第18年，我们登短廊啊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